咁我見到呢就係明清兩代皇室用嘅龍袍。咁樣嘅明代嘅龍袍呢，主要有漢族嘅傳統服飾啦，而清代呢就保留翻啲滿族嘅特色基礎嘅。咁明朝龍袍最重要俾清朝去繼承嘅呢，就係皇帝專用嘅12章紋啦。見到龍袍呢並唔係都係黃色嘅，亦都根據五行嘅色有白色啊、黑色啊、紅色同埋藍色咁樣。咁喺清朝嘅龍袍呢，最主要有9條龍，前後身呢各3條，左右肩1條，襟裏邊呢就藏咗1條，所以呢就正背顯示5條龍呢就吻合九五之尊嘅形象。咁啊，除咗正龍9條呢，仲有行龍啊、團龍呢，加埋總共有38條嘅。清朝龍袍比較明顯呢，就係保留咗馬蹄袖、披領呢啲少數民族騎射嘅特色。而官員呢，就係以胸前一塊叫做寶指嚟區分嘅等級啦。文官嘅寶指同埋武功嘅寶指呢，會有唔同嘅。我見到1級嘅武官呢，就係用獅子啦，而1級嘅文官呢，就係用仙鶴。基本上呢，武官就係用獸類，而文官就係用禽類。而我而家見到一件呢，就係清末時期嘅大紅金龍紋福喜字紋格絲袍。而家我哋見到嘅單元呢，叫做長穗衣飾，講嘅係中國呢個服飾發展裏邊啦，關於吉祥紋樣嗰個起源同埋發展。咁喺戰國開始時期呢，對龍啦、對鳳啦呢啲紋錦，或者包括係對虎咁樣嘅啲穗繡呢，就係表達咗當其時戰國時期嘅一種藝術風格。咁啊，隋唐時期呢，就會用一啲叫寶花紋嘅绫袍啦、絲鹿嘅紋錦啦，同埋動物嘅紋錦。兩樣呢都係受到呢個中亞藝術嘅影響嘅。咁啊，到咗宋代就會比較自然同埋寫實。例如小團花咁啦，就係以2隻蜜蜂為圓心，外面圍住4朵花卉，形成一種團花。到咗清代時候呢，吉祥圖案嘅應用達到咗頂峰啦，甚至到咗叫圖必有意，意必吉祥嘅地步。大量使用諧音啊、象徵呢啲方式嚟組合圖案，表達係對福祿壽喜財嘅追求。咁到咗清代五口通商之後呢，咁就中國絲綢同埋一啲相關嘅物品咧，大量出口去呢個歐洲啦。咁我哋見到呢個一個18世紀嘅中國房間呢，其實係呈現咗當其時歐洲嘅一種中國風嘅一個形象。咁我見到呢，清末時期呢，出口去歐洲嘅一啲絲綢嘅織品呢，都非常之靚啦嚇，同埋好有呢個異域嘅風格。包括一把陽傘啦，俾歐洲女士用嘅陽傘都做得非常之漂亮。咁呢個展廳亦都復原咗一間叫做永豐牆嘅杭州嘅綢店嘅門面啦，俾參觀者可以有一個直接嘅感受。咁而家嚟到呢個展廳呢，就叫做神機妙算世界織機同埋織造藝術嘅展覽。咁樣呢一個呢，係一個匯合咗全球紡織智慧嘅一個盛大嘅聚會。咁啊，其中中國嘅織機咧係最重要嘅一部分啦。咁樣有一件明星嘅展品呢，就係根據2012年四川成都老公山項目出土嘅織機模型，咁啊成功復原咗呢漢代嘅歐中提花織機。咁啊，亦都有其他例如送錦機啦，就係去織翻個送錦出嚟啦。同埋最早嘅7000年前漢武道嘅時候嘅原始腰機啦，漢代嘅踏板斜織機，都係明清時期嘅各種織機呢。咁樣佢總共呢梳理咗整個中國織機嘅一個完整嘅發展脈絡。咁我見到呢個做緊嘅現場示範呢，就係用呢個
漢代嘅提花織機咧，去織造呢個國家一級文物，就我哋之前已經見過嘅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嘅呢個織錦。咁樣跟住我見到有一台係宋代時候嘅織機嘅復原啦，咁樣更加規模宏大嘅有明代嘅織機啦，同埋清代嘅達到2層樓高度嘅織機。咁我哋嚟到中國絲綢博物館最後嘅一個展區，就叫做從田園到城市400年的西方時裝。咁樣呢個展呢，開放咗有10年㗎啦。咁樣係呢個絲綢博物館裏邊最重要嘅基本陳列之一啦。咁呢個展覽呢，就好似係濃縮咗個西方時尚嘅寶庫啦。咁就喺館藏近4萬件嘅西方嘅時裝入邊呢，精選咗400零件或者套裝，然後呢，橫跨時間呢係由17世紀到20世紀嘅400年之間嘅。咁我可以見到呢，呢個400年之間呢個西方時裝個演進嘅歷史啦。咁樣由17世紀開期嘅一個巴洛克時期嘅奢華，到咗18世紀時期嘅一種精緻，然後到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呢，就時裝逐步走向都市化為商業化，再到20世紀呢，就有現代設計師品牌嘅百花齊放。咁我哋17、18世紀呢，就見到一啲巴洛克嘅禮服裙啦、華托服啦、波蘭裙啦，同埋有好誇張裙撐嘅帕尼爾禮服裙等等。咁到咗20世紀呢，我見到個設計師係一啲傑作啦。咁其中呢，有一半以上都係一啲好出名嘅傑出設計師嘅手筆。例如係Coco Chanel 嘅作品啦，有 Christian Dior 嘅作品啦，我 Cristobal Balenciaga 嘅作品，亦都有Givenchy嘅作品。咁除咗服裝呢，亦都有好多配飾嘅，可以欣賞到呢，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嘅配飾啦，包括鞋啊、手袋啊、首飾啊、化妝用具等等嘅。